係咪講起4萬幾件貨啊？跟住我發現一個令我好嬲嘅事啊，就係咧有一件貨係超級多，有200件噶。你知唔知係咩？估都估唔到啊！你過嚟啊！粒螺絲啊，手都浸埋，有200粒啊！呢粒螺絲只可以用喺呢把風扇嗰度啊！我老細係咪傻嘅？你話你而家買風扇，我送粒螺絲俾你。除咗嗰粒螺絲之外啊，仲有其他產品都好多噶，有呢個親子大嘅杯啦，親子旗仔啦，親子掛帶啦，定係親子嘅嘢咧？有2個我咁多啊！嚟，你知唔知呢個咩嚟噶？呢個入咗嚟鋪頭2-3年，封晒塵啦，一箱我諗就係買咗1隻手數量嘅出去咋，所以我決定送俾大家。5000蚊噶喎，5000蚊都要有人買先得噶，5000蚊。仲有，你望下上邊，你知唔知咩嚟噶？全部都係蚊香盒嚟噶，我都唔知有幾多百個蚊香盒喺度。我諗下點樣消耗佢先。你望埋另一邊嘅天花板。認唔認得係啲乜嘢啊？係冰袋啦！我唔知要帶幾多個反先可以用晒呢啲冰袋。有冰袋點可以冇餐具啊？落咗咁多個冰袋，梗要落翻咁多份餐具啦！哇！呢啲筷子啊，我要搵100幾個人同我一齊用先用得晒啊！啱以上點名嘅所有同學仔，佢哋都會有特別嘅 offer， 大家上網睇下。唔好，大家留言 offer， 我俾個特別 offer 你哋。